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周一表示，随着北京在世界上的角色不断增长和变化，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分歧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阿德恩在奥克兰举行中国工商峰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和新西兰在某些问题上不同意，不能同意，也不会同意。兰达补充说，这些分歧无需界定两国关系。阿德恩周三在讲话中表示，新西兰已经向北京方面就香港民主自由日渐退化以及东突厥省维吾尔人命运表达严重关切。他承认，在某些问题上，中新两国永远无法达成一致，但他表示这只是事实，不应当影响两国关系。新西兰部分舆论近期批评政府对华政策过于软弱，认为新西兰成为由美、英、加、欧、新5国情报部门组成的五眼联盟中的软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周日播出的一个采访中说，北京正在通过对内更严厉的压制和对外更咄咄逼人的攻击来挑战世界秩序，而美国的目标就是要维持这个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5月2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采访节目中说，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来，中国在国内的行动更具压迫性，在国外的行动更咄咄逼人，这是一个事实。布林肯也关注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破坏，我们已看到强迫绝育，以努力遏制维吾尔人的生育率。布林肯说，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努力向他们进行思想灌输，否认他们的文化，否认他们的遗产，并且发生了各种针对他们的压制和暴力行为，只因他们是维吾尔人。他称，我想非常明确地说，我们的目标并不是遏制中国、约束中国、限制中国，我们的目标是维护中国正在挑战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有关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报告中提到的14家日本主要公司中的2家已经宣布已终止与中国的贸易。日本最大的餐饮公司可国美和据信与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有关的京瓷于4月27日宣布，他们已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可国美多年来一直从东突厥省向日本进口大量西红柿。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去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列出了14家据信与强迫劳动有关的日本公司，这促使日本维吾尔协会采取行动，并向这些公司致信，要求停止与涉嫌强迫劳动的中国企业的关系。英国外交大臣拉布7国集团将考虑建立一套迅速反应机制，反击俄罗斯的宣传和信息误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7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会晤，表示将就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加强合作，但并非要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两人讨论了诸如俄罗斯正在进行的破坏稳定行动等优先事项，并就中国在东突厥省和香港的侵犯人权活动表示关注。会议还讨论了阿富汗、伊朗和埃塞俄比亚的新事态发展。菲律宾外交部长洛辛对自己用粗话抗议中国在南海的侵略性行动作出道歉，但称自己发表这样的言语情有可原。洛辛星期二发出推文，对自己1天前讲粗口向中国外长王毅道歉，但称只会向王毅一个人道歉，不会向其他人道歉。洛辛星期一在推特上用粗话发文，要求中国政府和民兵船只离开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他星期二做出解释时说，中国海警在中国所说的黄岩岛附近对菲律宾海警船只进行跟踪、封阻和危险操作等，这让他一时失去了耐心。
洛伦扎纳在星期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表示，虽然我们承认中国的军事能力比我们的先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我们所有的一切来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